世纪莲。长官，方桌上看比较不会那么累啦。他这样低头看很累很辛苦。我们长官90几岁了。长官很好学，你看，参加读经班，还有参加读经会考，好几科状元而已。优秀张长官，优秀农民代表长官。长官，很好学，很难得，很好学。很好学，要肯学一贯道，学孔孟圣道，读圣贤书，尽忠尽孝，好棒好棒。